自2026年7月3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发现律法册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列王记下卷22章第1节到20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列王记下卷第22章。约西亚继位的时，伯夏伫耶路撒冷做王31年。伊老母叫做亚底代，是波斯家人阿代雅的查某囝。伊做上主看做好的事，行伊的祖先大笔的路，无偏左偏右。约西亚王第18年，伊派米苏兰的孙阿撒利雅的囝书记沙番去上主的殿，吩咐伊讲：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，请伊将圣殿门口的守卫对人民收来，带入上主圣殿遐的银点算清楚，交互管理上主圣殿的人，互因转交上主殿内的工人，就是做木师傅、建筑工人，甲土水师傅去买材料甲价金会足，通修理圣殿损坏的所在。毋过，毋免甲发工钱的人对笑，因为因做代志诚实。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讲：我伫上主圣殿内面发现一卷律法的册。希勒家将册交互沙番，沙番就读迄卷册。书记沙番去见王，回复王讲：你的仆人已经将殿内的银拼出来，交互管理上主圣殿的人。书记沙番阁对王讲：大祭司希勒家有摕一卷册互我。沙番就伫王的面前大声读迄卷册。王听到律法师的话，就拆裂伊的衫。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、沙番的囝阿伊甘、米该亚的囝阿吉波、书记沙番，甲王的人臣阿撒雅讲：恁去为我甲全体犹太人民，将所发现即卷册的话请问上主，因为咱的祖先无听趁即卷册的话，无照所记载对咱的教示去做，所以上主对咱发大受气。对安尼，大祭司希勒家甲阿希甘、阿吉波、沙番、阿撒雅做伙去见女先知何利代。伊是管理礼服迄个沙龙的某，沙龙是哈尼哈斯的孙迪瓦的囝。何利代住伫耶路撒冷新的城区，因甲伊请教。伊对因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恁去回复找恁来见我的人，甲伊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我要照犹大王所读迄卷册的话，降灾祸互即个所在甲遮的居民，因为因去杀我，甲别个神明烧香，用因的所做激我受气，所以我对即个所在发大受气，无煞。毋过，找恁来请问上主的犹大王，恁着安尼对伊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，你听着，我要互即个所在拍荒，互遮的居民受咒诅，你就忏悔，伫上主面前谦卑，搁拆二衫，伫我的面前啼哭。我有听着上主讲，所以我要互你平安离开世间，转去你的列祖遐。你袂看到我所要降落伫即所在一切的灾祸，因就倒去，将这的话对王回复。发现律法册。约西亚王伯夏就做犹大王，这是真无寻常的事，因为伊的老爸阿文做王2年，24岁就被
陪伴遭受暗杀身亡。人民起来拥护王室胎死陪伴者，设立年才8岁的约瑟亚做犹大王。约瑟亚在位第18年，命令大祭司希勒家修建圣殿。希勒家整理圣殿的时，发现一本被遗忘的律法册。这本册真可能是以色列亡国了后，一群忠于上帝律法的人带到南国犹大，协助希西家宗教改革。不幸的是，宗教改革互价无力，不忠于上主的马拉西统治55年，改革力量转入地下。律法册被藏点圣殿，直到约瑟亚时代，忠于上主的改革力量再度浮上台面，成做约瑟亚改革的助力。受发现的律法册可能是《申命记》的核心部分。书记官沙番带伊到约瑟亚的面前上托，约瑟亚听了，哀痛替你祈福。伊了解犹大过去受惩罚，是因为因无遵行上帝的话。为了慎重起见，约瑟亚要求确认律法册的权威性。最后，女先知福历代指出，律法册所写关系上主要惩罚耶路撒冷和伊的居民，必定会实现，因为因离弃上帝，用别个神明烧香，做偶像激怒上主。约瑟亚对上主的忠诚，望上主悦纳。伊重视律法，进而展开宗教改革。虽然无法度改变耶路撒冷被毁的命运，却也保留信仰传统。公元前586年，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毁灭，人民受掠到异邦，律法册却成做上主子民的祝福。伫巴比伦，以色列人的信仰对以圣殿为中心的献祭崇拜，转移到会堂，以律法做中心的敬拜，互以色列人诚做重视经典的民族。摩西五经就是伫这段期间形成。摩西五经是以色列的律法册，也是因的信仰根基。不论圣殿、君王、祭司、经学士，拢着信服伫上帝的话语。约瑟亚王珍视伫圣殿中发现的律法册，对以色列的信仰传统，也是基督教的信仰传承，拢有深远的影响。伫新约时代，耶稣捌讲，伊来毋是要废除律法，是要成全。伫16世纪，因为天主教会腐败，就引起宗教改革，也是以上帝的话语、圣经做根基。电当时，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徛踮教皇面前，为伊提出的95条论纲做辩护。除非校正根据圣经指出伊的错误，伊绝对毋撤回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控诉。这是伊的立场。今仔日，圣经对教会与基督徒的信仰建造上款重要。咱是毋是亲像约瑟亚上款，珍视这得来无容易的信仰资产？是毋是每一工有用心活托上帝话，互咱的生命更新会当迎神益人？或者是咱家己遗忘伫册架仔顶搭尘埃，互伊对咱的生命中消失咧？
默想，活土上帝话语圣经带互我甚物冲击，也是提醒咧？活土上帝话语圣经带互我甚物冲击，也是提醒咧？咱来祈祷，上帝啊，感谢你赐了你的话语，诚做我生命的粮食。求你互我较无你的话语，因着遵行你的旨意蒙福。奉主的名求，阿免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